你係咪移民咗嚟到英國嘅香港人？或者嚟緊即將移民到英國？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，香港大概有20萬人口移民嚟到英國。好多香港人嚟到英國之後都覺得難以適應，但又希望更加了解英國嘅生活。嚟到依度嘅你揾啱咗地方啦，我哋嚟緊會一步一步咁帶你認識英國嘅生活。如果你想更快收到我哋嘅消息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同埋加埋入去我哋嘅 Discord server。